大家好，我係思時姐，今日同大家傾下一單喺我記者生涯入邊最震撼、最反傳統嘅豪門恩怨。平時大家聽我講娛樂圈啲明星仔爭寵、出軌、爭上位，聽得多可能都覺得有啲悶啦。今日咧，我哋將個視覺拉高少少去睇下咧，真正掌控香港命脈嗰班超級富豪、資本大佬，佢哋玩起權謀同埋心計上嚟咧，係點樣將班明星秒殺到連渣都冇得剩？呢單主角唔係人哋噶，正正係被稱為香港教父、恒生銀行嘅鼻祖何善衡老先生。我記得好清楚啦，1991年嘅一個秋天，嗰晚咧啱啱好係報館截稿前1個鐘頭啦。我哋成班狗仔隊同埋財經版、娛樂版嘅行家，全部企晒喺主編辦公室門口，入面冷氣開到最大，但係主編額頭全係汗，台面堆滿咗一堆啱啱沖晒出嚟嘅黑白相。點解氣氛咁緊張？因為我哋收到獨家猛料，影到當時香港4大財閥，包括李嘉誠、鄭裕彤佢哋嘅專車，深夜出入一間極度隱秘嘅私人會所。主編喺度瘋狂打電話，咬住支煙，同對面啲大人物夾緊條件，博弈緊究竟要唔要扣起呢批想唔出，定係搏一鋪做個大頭條。喺呢個圈子打滾咗20幾年，我太清楚呢種無聲嘅戰爭。你以為新聞自由好偉大？喺絕對嘅資本面前，每一粒字都係籌碼。嗰晚最後拍板，將所有商、所有保險商換嚟嘅係一份平淡無奇嘅公關稿。好多後生仔喺 YouTube 睇到啲舊新聞片段，留言話覺得好奇怪啊，點解當年咁大單嘅恒昌收購戰，事前報紙竟然一隻字都冇提過，好似突然間就變咗天咁。咁網上咧，好多粉絲咧留言話咧，心痛自己偶像啦，俾資本打壓。但係其實圈內人都知，真正嘅大佬過招係連水花都唔會俾你見到嘅。傳媒大亨同嗰啲超級富豪之間咧，不嬲都有一個私人俱樂部嘅交易默契啦，邊啲料可以放，邊啲料要死禁，一個電話，一個封殺令，成個香港嘅報紙檔就可以靜到好似圖書館咁。當晚咧，4大財閥密會咧，其實就係為咗拆解何善衡有份創立嘅大昌行同埋恒昌企業。而最令到全香港震驚嘅係，當年已經91歲高齡嘅何老先生，竟然喺所有人以為佢老到行唔喐嘅時候，反手打咗一場極其漂亮嘅閃電戰，連李嘉誠都俾佢玩謝。講起何善衡呢個人，而家啲00後可能淨係識得恒生指數，唔知背後呢位猛人嘅底細。我哋做人物起底，最中意話佢哋嘅原始積累。何老先生唔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嘅，佢細個嗰陣窮到窿，喺廣州一間叫做匯龍嘅金鋪做學徒。大家要明白，舊時嘅金鋪學徒地位等同於而家娛樂圈入邊最底層嘅茶水阿姐或者打雜，日日睇人面色，受盡白眼。但係咧，佢有6字真言咧，就係勤力、反應、忍耐。呢6個字講落好易，但係咧係放喺名利場入邊咧，簡直係防彈衣。佢靠住自己嘅金睛火眼同極高嘅情商，慢慢由一個打雜爬上管理層，最後同林炳炎、梁冧姐呢班兄弟一齊嚟到香港，喺上環文咸東街租咗個細細嘅鋪位，創立咗恒生銀號。你哋諗深一層，喺舊香港嗰個龍蛇混雜嘅年代，要做大一盤生意，靠嘅唔單止係本金，更加係人情世故。何善衡最犀利嘅地方，唔係佢識得點樣算死草，而係佢極度通透嘅人情味公關。而家啲明星經理人啦，喐啲就出律師信，喐啲就買水軍大風向，搞到嗰個神憎鬼厭。何老先生嗰套係咩？佢對待伙計咧好過對親生仔。當年佢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說話啦，佢話老婆可以鬧，下屬唔鬧得。點解？因為老婆鬧完會原諒你，下屬鬧親就會記仇，分分鐘喺背後捅你一刀。呢種咧就係最高級嘅人心管理。佢甚至會靜靜雞幫手下啲伙計買樓，搞掂啲仔女讀書嘅問題，令到成班人對佢死心塌地。對比而家啲所謂頂流小鮮肉，對住助手發脾氣掟嘢，甚至將啲盡心盡力嘅保姆當狗咁使，真係高下立。講到呢度，各位街坊，思時姐爆料從來唔留手。如果你覺得今集猛料夠足，記得幫手撳個熱推。
呢單嘢當年報館咧都唔敢寫啊，咁而家講出嚟咧，全靠大家個熱推保住條片啦。演算法唔推啊，Cici 姐啲心血就白費噶啦，推一推，馬上繼續爆落去。好，講翻嗰場驚天動地嘅恒昌收購戰，時間推到1991年，何善衡已經係一個91歲嘅老人家。當年佢同班老兄弟創立嘅恒昌企業，旗下有大昌行，代理晒全香港大部分嘅日本車，仲有糧油雜貨，可以話係一隻會生金蛋嘅超級大肥鵝。但係隨住當年啲老兄弟一個個走咗，恒昌嘅股權變得非常分散。呢個時候，市場上面嗰班嗅覺靈敏嘅大鱷，即係李嘉誠、鄭裕彤、榮智健佢哋，就開始流晒口水，準備聯手發動惡意收購。當時嘅情況係點嘅呢？呢班財閥請咗最頂級嘅 PR 同埋律師團隊喺市場上靜靜雞吸納恒昌嘅股份，準備趁何老先生年紀大冇精力反抗嘅時候，一舉將恒昌吞併。佢哋嘅算盤呢打得好響啊，以為一個91歲嘅老人家呢，面對四大財閥嘅夾擊，肯定會舉手投降。我哋班記者當年收到風，個個都以為恒昌死梗，連草稿都寫好晒，標題大概就係一代宗師落幕，四大財閥瓜分恒昌。但係最搞笑嘅係呢班資本大鱷低估咗何善衡喺香港商界嘅江湖地位。何老先生知道有人想惡意收購之後呢，佢冇好似而家啲明星咁即刻開記者會喊苦喊忽或者發長文控訴嘅，佢做咗一件極度有型嘅事，佢坐喺大班椅上面咧，親自打咗幾個電話，就係呢幾個電話令到成個香港嘅富豪圈震咗一震。佢揾咗邊個？佢揾咗恒生銀行嘅老班底，仲有佢幾十年嚟結交落嚟受過佢恩惠嘅各路人馬。何老先生親自出山，組建咗一個反收購嘅聯盟。佢放出風聲，話恒昌就算要賣，都要賣得有尊嚴，絕對唔可以俾人賤價強搶。佢利用自己喺商界幾十年積累落嚟嘅信譽同埋人脈，硬生生將恒昌嘅股價托高啦。李嘉誠佢哋原本以為可以用一個相對低嘅價錢搞掂，點知何老先生一出手，個價錢即刻水漲船高。李生嗰邊嘅智囊團計過條數噶，發現如果夾硬嚟，成本太高，隨時得不償失。最後何善衡做咗一個令所有人跌爛眼鏡嘅決定，佢見好就收啊，主動揾李嘉誠佢哋傾啊。佢話既然你哋咁想要，我賣俾你哋，但係價錢要由我定。結果何老先生以極高嘅日價將恒昌賣咗俾由榮智健牽頭嘅財團，呢一招叫咩？呢招叫金蟬脫殼。佢知道自己年紀大，仔女又唔願接手，與其留低一個爛攤子俾後人爭奪，不如趁自己仲有議價能力嘅時候，將間公司賣個超級好價錢，套現離場。佢用自己最後嘅力量，為當年一齊打天下嘅老兄弟同埋股東爭取到最大嘅利益。呢一場仗佢贏得漂漂亮亮，連李嘉誠事後都對佢佩服到五體投地。但係成件事最令我哋班老記者唏噓，甚至覺得不可思議嘅係恒昌賣咗之後，嗰筆高達8億嘅巨款去咗邊？按照平時我哋跑豪門線嘅經驗啦，分身家呢個環節通常都係最血腥、最醜陋嘅。正房同二奶爭，大仔同細佬打官司，爭到見報互爆黑料，簡直係家常便飯。何善衡總共有13個仔女。你估下佢哋為咗呢筆錢爭成點？答案係完全冇爭過。13個仔女竟然冇一個願意出嚟接手老豆嘅生意，亦都冇一個對嗰筆8億巨款流晒口水。點解會咁？其實何老先生由細到大對啲仔女嘅教育就係極度低調同埋務實，佢從來唔會俾啲仔女過嗰種極度奢華嘅富二代生活。佢甚至定下一個規矩咧，啲仔女如果要創業，佢可以借錢俾佢哋，但係一定要還，仲要計息。佢將買恒昌套現翻嚟嘅錢，絕大部分放入咗何善衡慈善基金會，用嚟捐錢起學校、起醫院。佢啲仔女咧，個個都有自己嘅專業啦，有啲做醫生，有啲做工程師，有啲做普通打工仔。佢哋完全唔覺得自己係8億富豪嘅後代，亦都唔想背負住恒生創辦人家族呢個沉重嘅包袱。對佢哋嚟講啦，錢太多反而係一種災難嘅。
睇返而家娛樂圈同豪門圈，為咗少少利益就撕破臉皮，父子反目、夫妻互爆大鑊嘅戲碼日日上演。你再去睇下何善衡呢個家族13個仔女面對百億遺產，選擇平平淡淡咁過自己嘅生活，呢種境界呢，真係唔係普通人可以理解得到。當年單嘢爆出嚟嗰陣呢，我哋編輯部成班人都呆咗。做狗仔隊做咗咁耐，睇盡人性最貪婪、最核突嘅一面，突然間面對一個完全唔貪錢嘅豪門家族，我哋連稿都唔知點寫，因為冇爭吵、冇陰謀就冇銷量。但係今日回望過去咧，我先至真正明白何善衡老先生嘅大智慧。佢唔單止係一個成功嘅銀行家，更加係一個睇透人性、睇透名利嘅智者。佢用自己嘅一生示範咗咩叫拿起得起，放得低。佢將財富還原為回饋社會嘅工具，而唔係困住子孫後代嘅枷鎖。各位聽完呢個故事，唔知你哋有咩感受？豪門嘅水雖然深，但係總有啲人可以喺泥沼之中保持清醒。咁下次咧，再同大家爆其他猛料。詩詩姐講得出，做得到，大家記得繼續捧場。